湾的游水选手王冠宏、海底游已经达到巴黎奥运参赛的下标。今仔早起哦，伫第四代水上运动会，王冠宏是表示讲，伊望讲伫杭州亚运会当为男子游水摕到25当来的头一面奖牌。放松经络7英水温，王冠宏甲王美倩头一届来参加母校台湾师范大学的水上运动会，因为停办3年，今年才开复。王冠宏嘛是一口气来报名100公尺蝶式、100公尺自由式、男女混合带队接力真侪项目。其实我的教练的100字记录还在这里，然后好像摆了20几年还30几年，对，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蛮想去突破教练的。上是要拍破伊的老师黄志勇，伫咧1998年伫咧100公尺自由式53秒46的全校纪录。王冠宏讲，今年9月杭州亚运更加想要跟着黄志勇的脚步摕奖牌。那时候没有太大目标，然后这次其实目标就比较明确，就是希望可以拿牌。因为上次拿牌好像也是黄教练的铜牌嘛，然后我也是希望也可以达到教练的他的一个里程碑吧。2018亚运200公尺蝶式，王冠宏以1分58秒63摕第7。伊讲即马进步要4秒，希望结束25年亚运男子选手无奖牌的状况。记者邱新志明台北报道。